再来要来邀请这位，又搁是唱将，真敖唱歌的女歌手，名叫叶寇。叶寇是虾米人？阿其即言、顶言会知影，嘛知影伊唱歌真好听。伊来咱这个节目已经来几落摆，过去咧唱台湾歌，伊讲无今仔日来换一个口味，换改唱国语的安尼好无？我讲袂歹啊。台湾歌有国语，嘛有台语，过来若老一辈讲，安尼日本歌原来有流行过，敢原来要算台湾歌？其实歌是无分国度，你甲看外国真好的音乐来台湾，该做台语的来唱，该做国语的来唱，拢嘛真好听。所以歌呢，毋免分讲这是对一国的，好听安尼就好吼。国语、台语。伊拢来，叶寇的喙是真来。较早伊是红砖台，其即言拢嘛知，大家爱听伊的歌声。制作单位再度邀请，伊讲无论咱爱听啥，电话卡来交代一声，这首做不完的爱，希望大家会喜爱。伊讲欢喜来电台，有机会。伊要过来遮，拢嘛来几啊摆？为虾米？制作单位啊，拜托一下哦。表现也袂歹，佮甲咱请。真侪人拢讲希望过来咱这台，为虾米？因为制作的水准真悬，请来的迄个歌星呢，艺人啊，大家拢真介意。来听这位较早的青春玉女叶寇为咱献唱一首国语的歌曲。走不完的爱，来欣赏叶寇的歌声。走不完的爱，吹不散的云，我在风里飘。你在雨中淋，走不完的爱，吹不散的云，我在夜里找，你在雾里寻。上天怎么给我就怎么收。无意里我
你原唔捌报？我一看卖啦，别安怎拢袂紧。哦。